大家有冇去過荔枝窩行山呢？荔枝窩係一條客家嘅村落，入邊有好多年嘅歷史，亦都有風水林，唔同嘅生態存在。荔枝窩近排咁崛起嘅原因係基於有一日林超英，我哋嘅前天文台台長，佢好鍾意行山嘅。對，行到去荔枝窩呢個地方嘅時候，佢發覺，咦，點解唔開發呢一個荔枝窩，去復原返呢一個荔枝窩，令到大家可以重現返呢一條古舊嘅村落呢？咁繼而呢，林超英呢就同當地嘅人啦、嘅市民呢去混熟啦，都混熟咗幾年之後呢，就開始荔枝窩嘅村民啊、村長呢去贊同佢去復原呢一條嘅村落，亦都因為咁樣啦，造就咗好多唔同嘅藝術家啦進駐咗喺呢一條嘅村落嗰度居住。而其中一個呢，就係我想介紹嘅一本書，葉曉文隱山山居日月筆記。呢一本書呢，係講述我哋嘅藝術家葉曉文喺2021年呢開始搬入呢一個荔枝窩入邊去居住啊。荔枝窩呢，三面呢都係環繞住唔同一個山峰啦，淨係一面呢係向住個海嘅，所以呢根本就冇車道啦，只可以坐船入去嘅。正正因為呢一個荔枝窩復興嘅計劃啦，葉曉文亦都透過呢個計劃呢，可以租用當地嘅荔枝窩居民嘅村屋啦，同埋去做田㗎，去耕田㗎。由細到大呢，葉曉文都好鍾意畫畫。中三嗰陣時呢，就開始不停去作文啦，去畫畫㗎喇。後尾呢，亦都係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，咁亦都喺出版社做咗幾年之後，開始畫好多唔同嘅插畫啦，去交稿啦。但係佢希望呢，做一個平凡人啊！佢開始唔係好鍾意佢而家本身朝九晚六嘅定位，佢好希望係用一個 slasher 佢嘅生活咧，去跳出呢一個框框啦，希望有啲更加自由嘅生活模式啊！而且咧，佢由細到大咧，亦都對大自然產生一個好濃厚嘅興趣。由細到大咧，佢啲同學仔咧，就秋天旅行嗰陣咧，佢就會去 BBQ。相反咧，葉曉文咧就會攞住個膠袋啊，去捉啲草蜢。跟住咧，中學嘅時候好鍾意種花，佢係瘋狂到咧係網購唔同國家嘅花嘅種子返嚟去種㗎，好希望咧見到唔同嘅花咧去結果啦，去發芽啦咁樣。咁咧，佢鋪滿晒佢自己屋企，全部都係唔同嘅盆栽。咁後尾咧，佢亦都鍾意咗養魚啦、睇書啦、做好多唔同嘅實驗啦。佢個沉迷程度咧，可以令到大家可以聯想到佢有幾鍾意大自然啊！亦都因為呢個荔枝窩復興計劃咧，葉曉文咧就透過呢一個藝術活化計劃咧，進入咗呢一個北梅子林村去進行活化。咁佢主要嘅職責咧，就係幫啲牆身啦、啲房嘅牆咧，去繪畫一啲生態嘅壁畫，希望咧可以透過呢一啲嘅畫作咧，去打破一個廢墟嘅形象，繼而咧去透過呢一啲嘅畫作咧，去活化條村啦，製造唔同嘅景點啊！呢一啲條村咧，通常啲原居民咧已經全部遷出晒㗎啦，大多數咧都俾啲野生動物咧喺嗰度瞓下啊、挨下啊、瞓下啊咁樣。咁葉曉文咧亦都同時因為咁樣咧做咗農夫。透過呢幾年農夫嘅生活咧，佢同大自然咧咁去聯繫啦，亦都識咗好多花花草草啦，同埋動物㗎。喺呢本書咧，除咗介紹佢見到嘅植物、動物之外咧，佢亦都有講荔枝窩入邊嘅文化啦、歷史啦，去聯繫到好多唔同嘅感情元素咧入去嘅短文入邊。佢曾經講過咧，喺荔枝窩入邊咧有一棵白公樹，白公咧係叫土地公嘅意思，
係指以前嘅人呢，通常佢會透過一棵細葉榕啦，一棵常綠嘅喬木，就係保護晒成條村嘅。咁大多數呢，呢個白公樹呢，都係為咗守護成條村啦。啲村民呢，大多數呢都會放啲祭品啦、香燭呢去祭拜啦，去祈求保佑平安啦，同埋順順利利㗎。佢亦都有講下呢一棵樹呢，細葉榕啦，佢嘅樹根啦會生出嚟好多唔同嘅氣根啦，直接去到底下去吸收空氣入邊嘅水分啦。呢啲氣根呢，慢慢變粗呢，就會支撐住成棵樹，之後呢，形成一棵大樹。而佢嘅果實呢，都係隱狀花序啦，即係無花果。呢一啲嘅無花果呢，係雀仔好鍾意食嘅嘢嚟嘅。咁去到清晨啊，或者朝早嘅時候呢，葉曉文就會見到一班雀仔呢喺呢棵樹度唱歌噶啦。而呢一棵樹下面呢，亦都會有啲人呢坐喺下面啦，擔凳仔啦，聽古仔啦。咁所以呢，就衍生到好多古老嘅文化存在，就係話呢一棵榕樹下面呢，大多數呢都有班講古佬噶，因為呢，講古仔嘅人呢，大多數都係坐喺呢棵樹下面。而荔枝窩呢，亦都有拜呢一棵白公樹嘅習俗，去反映住客家人呢係非常之尊重我哋嘅大自然。佢哋以前嘅人呢，亦都好尊重所謂嘅天人合一呢一個觀念。除咗介紹樹啦、客家嘅文化之外呢，佢亦都會引用白居易、陶淵明同埋蘇軾呢一啲古人嘅詩詞，去帶出咗佢喺荔枝窩嘅生活。阿曉文呢，會好似古人嘅作息時間啦，你都知啦，荔枝窩咩都冇，即係所謂嘅白冇，又冇 WiFi，又冇電視機，又冇得網購，又冇外賣，咁所以佢每一日呢，4點幾呢就會起身啦，寫篇文啦，去到5點幾嘅時候呢，趁有陽光開始呢，就去耕田，一耕呢就耕到9點幾啦。去到9點幾呢，就開始等食飯啦，去煮飯啦，休息下啦，跟住呢，去策劃下唔同嘅生態活動啦。去到夜晚黑呢，再行返個田一轉，去到晚上10點鐘呢，就開始瞓覺啦。就係基於呢啲冇網絡嘅生存環境啦，葉曉文嘅上網模式呢，係靠佢部電話嘅流動數據。咁而佢點樣生存呢？就係靠佢平時種落嚟嗰啲菜呢，秋葵啦、生菜啦、西蘭花啦、茄子啦、蘿蔔啦、南瓜啦、食用花呢，去維持佢嘅生命㗎。而佢每個星期佢啲日用品點算好呢？就每個禮拜有一日就會去市區嗰度補給啦，去買嘢啦。亦都因為咁呢，趁呢啲時間呢，去同啲朋友傾下偈嘅。佢足足呢度過咗呢幾年嘅生活啦。因為本身荔枝窩呢係冇冷氣㗎，所以其實葉曉文呢都會容易有中暑呢一啲嘅情況去發生啦。但係正正因為呢一啲嘅情況，佢形容佢自己係完全同大自然共度咗4季。我哋成日呢都會係無時無刻開冷氣瞓覺㗎。我哋唔知道出面個溫度，我哋熱嘅時候咪開冷氣咯，凍嘅時候咪開暖氣咯。但係其實我哋係咪知道我哋嘅大自然，我哋嘅氣候係發生緊一啲嘅轉變呢？但係曉文呢就完全知道我哋個地球先生係發生緊咩情況，亦都知道了解到成個氣候環境啦，係根本唔開始啦，慢慢唔適宜去種植㗎。曉文呢
喺每一日落田啦，去感受四季嘅變化，中國嘅24節氣，所以佢好明白點解我哋以前嘅古人係要食冬至飯，因為呢一啲嘅傳統咧，令到佢唔覺意都留意到原來中國24節氣每個人係需要做啲咩，有啲咩文化對身體好，係一個同大自然之間一個互動，因為了解而調整到自己嘅生活模式，形成咗一個好完整嘅循環。佢形容自己咧對觀察大自然嘅循環咧有個執念㗎。喺書入邊咧，亦都用唔同嘅文章啦去形容大自然嘅24節氣。佢係完全清楚知道一個地方嘅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同冬天係點樣形成。究竟秋天接近夏天嘅秋天係點嘅呢？接近冬天嘅秋天又係點嘅呢？同時間喺呢4季入邊，佢係完全了解到唔同嘅動植物係如何去適應緊我哋嘅大自然。我哋每一日熱嘅時候就開冷氣，凍嘅時候就開暖氣。其實我哋唔係適應緊個環境。佢亦都有講過咧，就係種子發芽、成長、開花、結果，其實同我哋人生老病死係一樣，中間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啦，唔同嘅故事啦。每一樣嘢咧，當你了解咗佢本身擁有，無論係你了解一個人都好，去了解動植物都好，其實係理解晒成個生命嘅過程。你會見到最燦爛嘅一面，但係未必反映晒所有嘅嘢。我哋都市人好多姿多彩，但喺荔枝窩入邊，佢收穫嘅嘢更加多。佢朝頭早起身就會同一啲赤驚say個 hi 啦，即係隻鹿仔。佢及高個頭望一望，就有70隻金翅雀喺電視上面企住喺度啦。佢有一次亦都見到一隻貓頭鷹 BB 仔啦，好似一個雪白嘅球體咁樣。佢形容係自己親眼見過呢啲動植物，只可以令到成本書寫得更加貼地。當佢每一日去返佢個田去耕田嘅時候，所見到嘅嘢都係唔同㗎。佢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雀仔啦，每一日會隨住四季變化產生唔同嘅農作物啦。佢亦都見到佢啲朋友仔黃牛啦。黃牛咧，其實喺香港嚟講咧，已經冇晒呢一個嘅經濟價值㗎啦。咁但係咧，亦都喺荔枝窩入邊咧，仍然可以見到一啲嘅黃牛啊。呢啲黃牛咧，其實本身就唔應該喺荔枝窩出現嘅。咁可能透過唔同嘅義工團體啦，咁可能就將呢一啲嘅黃牛咧擺咗喺荔枝窩入邊。我哋經常去旅行啦，去日本、去韓國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，為嘅就係希望咧，我哋可以一睹風采啦，見到好多唔同嘅靚嘢啦。好似去日本咧就係特登去睇櫻花啦，去韓國咧就係睇雪啦。但係其實我哋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色可以見到㗎。單單喺呢本書入邊咧，葉曉文咧就已經講咗好多唔同嘅四季啦、24節氣啦、唔同嘅動物啦同埋植物，係香港擁有嘅景色俾我哋知道。大家不妨睇下呢本書，去了解多啲我哋香港特色嘅文化。